记得几万年去粮食向日本做小人口的庭院。这给你，干巴的哦。我昨看到恁查某囝甲一个少年家做伙散步呢，我嘛是听厝边讲的啊，讲迄个查甫囡仔去用劣管啦，警察定定来查伊哦。恁科长是讲伊足介意恁查囝。我十分渴望北某能够成全我的心意。还会让满凶哈，跟哪个事情哪有没关系？我要离开了，离开花莲，离开台湾。薛佩莹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？这是妈要我交给你的，你收着啦，你一定要看哦。